你好，我是张哲豪，我在《讨债女王》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吴特助吴顺才这个角色。这个角色他是工厂上面张老板手下的一个特助啊，然后他的角色主要目的是帮张老板去解决一些比较肮脏的事情，然后他平时也是一个蛮机车的角色，但同时又有点搞笑这样。林老师嘞哈，一条人命你才赔10万块哈。觉得跟裴对戏蛮有趣的地方是，他总是会给我很多的能量。如果他要恨我，他这一场就会极度恨我。从他的表情，从他散发出的气场，我就会觉得他很讨厌我。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激发出角色对角色之间的一些摩擦，我觉得这些地方是蛮有趣的这样子。那你们钱要是不赶快拿出来吼，我们全家都要饿死了啦！想到美惠有一场在办公室撒名字的时候，第一次拍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名字飞得满天都是，然后名字很像飞镖一样，直接插到我眼睛。然后那时候导演还没有喊卡，我就一直这样憋住，然后喊卡说哇，眼睛被砸到，眼睛被砸到。我还第一次发现，哦，原来名字砸到是这样的感觉。你还把握机会呢？其实《讨债女王》这部戏，它其实有一些很荒谬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中低阶层社会的人，他们其实有很多无奈。那人命到底值多少钱？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，所以这件事情责任到底在谁手上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去探讨的事情，而且我们是用一个比较诙谐的态度，它也不会太严肃，我觉得很值得来看这部戏这样子。